得我同朋友一齊去食飯。早上呢排呢，日本真係凍咗好多，因為咁我肩頸好攰，好辛苦啊！想改善下，但係呢，我唔知有冇咩好方法，你哋知唔知啊？我好似阿波咁。我朋友貼咗暖貼。而家呢，係聖誕節季節，間咖啡店都變晒咗，聖誕節裝飾好靚。かわいい。美味しそう。後で書こうや。暑い？まあまあ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朋友嗰隻公家啲 Kitty 先輩，其實佢冇着衫㗎，佢淨係抱住士多啤梨咋，好搞笑。嗰度有好多公仔啊，好得意。呢度係池袋。なんか可愛い。すべてが。あれね、見た？こいつ何？これ好きなの？いや、なんかみんな違う。あ、誰？デブ。デブ。なんか全員違うんだけど。足の我個朋友鍾意リラックマ，佢成日帶住個リラックマ嘅公仔。我去香港嗰陣，我覺得好多後生女都鍾意 Kitty， 原來喺香港都咁受歡迎，真係好開心。ここになんかつけられるんだね。そうだよ。それがいいの？どうぞどっち。やばい。我哋嚟咗一間好有型嘅咖啡，好好味喎。早上，今日都約咗朋友，所以朝頭早玩咗一陣廣東話。拜拜。なんか今日呢，我同一個韓國朋友一齊去睇中文電影。평지가
진짜 예쁜데. 와, 말이 안 나와. 근데 나 친구들이 약속이 있어. 핑크 머리 여자도 귀여워. 보는지 모르겠어. 근데 귀여워. 대만도 있어.多謝你哋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，早唞。